OK，繼續係基本不等式嘅問題。咁呢個題目係嚟自2014年上海春第9條 ，A 同 B 係屬於正 real number 嘅，即係實數入邊有正嗰 part 有負嗰 part 有零啊嘛。咁咧呢個符號就即係解咧，我淨係要實數入邊正嗰 part。OK， 咁然後佢話啦 ，A 加 B 係等於1嘅。咁佢問你啦，呢嚿嘢 A 乘 B 佢嘅最大值係幾多？嗱，如果你係順著 playlist 嚟睇咧，呢一條你應該係食生菜嘅。咁當然啦，我都要喺度講多次嘅。嗱，我哋平時基本不等式係點樣理解㗎？就係 A 加 B 係大過或等於呢抽嘢嘛。咁而當中 A 同 B 係大過等於0啊。而家我哋要換個角度嚟睇，就係由呢個符號嘅右手邊睇翻去左手邊，咁樣睇嘢，即係話呢個嘢呢個根號 A 乘 B 係細過或等於呢嚿嘢 A 加 B 除2。換句話嚟講 ，A 加 B 除2就係呢個根號 A 乘 B 嘅最大值。OK， 咁而當中呢條題目話咧 ，A 加 B 係等於1嘅，咁所以1除2係大過或等於根號 A 乘 B。咁所以啦 ，A 乘 B 嘅最大值係咪就係1除4咧？咁樣唔知，仲未知，點解啊？都係嗰樣啦。等號可唔可以取等號先係嘛？我哋咁取等號嘅前提係咩？就係 A 要等於 B 啦，係咪？咁我話 A 加 B 係等於1嘅，你而家 A 要等於 B 嘛？咁即係2A 等於1，咁即係 A 係等於1 over 2。咁即係話 A 同 B 佢係等於1 over 2嘅咁樣。我哋咁做到喎，因為題目要求 A 同 B 佢只要係正數得啊嘛。咁1 over 2當然係正數啦。所以我哋係可以取等號嘅。所以最大值就係1 over 4，搞掂。